坛艺术的窗口，评坛知音的朋友，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名家名片来赏析，每逢追么戏相逢，书面朋友大家好。今天的名家名片赏析，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陈锡安弹词艺术专辑。在40年代中期，在名家云集的书坛上，一对弹唱珍珠塔的小双档脱颖而出，崭露头角，便声誉鹊起，好评如潮。书迷们还赞誉他们是小沈薛这样一种美称，这就是后来池艺书坛长盛不衰，号称周陈档的周云瑞和陈锡安先生。对，陈锡安先生呢是弹唱珍珠塔的来自一辈人，还是目前书坛上向弹唱珍珠塔资格最老的一辈艺术家。那个陈普生呢，和那个师兄周云瑞先生合作。那么，让上世纪80年代左右呢，也和那个徒弟陈颖合作，凭石头档弹唱珍珠塔，深受广大平台观众的追捧和好评。那评弹演员虽然同说一部书哈，但是由于自己不同的风格，所以呢，展现的艺术魅力也是各不相同。那么像陈锡安先生，他的特点又是什么呢？大家晓得啊，陈锡安先生那个声音啊，十分的亮丽，结棍的好。那么从你年轻的辰光合唱平台开始啊，一个定音就相当的高，就是所讲的叫 A 字调。哦 ，A 字调。这外音等于 A。那么这个是男生演员弹唱定音较高的一种调。那么只有一个40年纪啊，你一直能够唱到这个定调，充分说明了你的声音呢是相当的好的。陈锡安先生那个说书风格语言是十分的俏皮的，那么听众观众欣赏起来还是十分的轻松，所以平台书迷欣赏陈锡安先生弹唱的珍珠塔，这个心情还是相当的愉悦的。我知道陈锡安先生当年和周云瑞拼档，曾被称为上海滩的7飒档，还有4响档哈。那可见他在评弹界的艺术地位和在观众当中的影响力。他的艺术生涯也是相当的丰富多彩。珍珠塔是他的力作精品。那此外呢，他还和其他的评弹名家联袂弹唱了有数十部中篇弹词，还有短篇弹词。他在和他人合作当中呢，陈锡安博采众长，不断的汲取养料来充实自己，丰富自己，因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、富有个性的艺术风格。那今朝的名家名片当中呢，你也为大家播放的陈锡安的几首百类节目，集中于18音乐、扩色舞、见娘、当三不响、一定要把娃舞水海等等。我们呢，就请大家一道来欣赏。带小弟来见你吧。英雄虽然非相人，今后定力之家庭，因我不如女家人，因我并不把衙门，因我相处也无因。因我抛弃不对情，因我不去做军人，因我服役给公民，因我不想真叫什么，因我今朝到相声，因我并不想地平，因我非到那幽灵，因我不想你是人，因我给被出家人，因我狗被水中间，因我如同长道林，因我到处是女生人，因我什么虚
我想上天风不飞，南土空空风不稳，爹爹增加到太平城。倘若你自己风到死，想的是举目风情百真身，想平均一起平均下，男女风皮总不能赢，我学会不得是欺家是生是的教如此，身头是个英勇可以生，小小的是活中都要心要斗鸡，他的死了是虚极不孝归命神，所以我记着实刻着印，骆驼将我唱到心，实则我不对阳风事不归心。我大哥太平转上去，等当不见我父神，我饶是不知无知命。路一层围上一层头，我东西南北分相邻，都受到去年3月里相亲，王本来是一动身，故而我才到来比登神。去年正月有小意，这吹脑不计家营，20口名之哦，不仅得太平壮士我神。那是少时人没尽心，到中都心惊城，到此个这夜马铃，想马明马心真口恨，害得我不孝之名字到此分。想不丢在里来我后来是我最风神。想我是不计娘亲头一丝，娘日一
要谋，谁要水里偶？你的女儿俩的苦斗魂，下里是此阴谋，心态神人，放是非，放的皆是。陈锡安有一条天赋的好嗓子，音色清亮，音域宽广。他的唱腔从大块面看是宗薛调的，但又并不墨守前人章法。在汲取薛调的精髓和神韵的同时，结合自身条件，在小腔的运转变化中展示了他独特的个性。他的演唱以精气充沛、感情丰满取胜。咬字轻而准，喷吐有力度，韵腔始调落落大方，不求造作。听他的唱，如嚼青果，入口松脆而又回味津津。琵琶弹奏指法娴熟，伴奏时极尽轰云托月之妙，不卖弄技巧，不以花俏过门取悦听众，听来丝丝入扣，绝无喧宾夺主之弊。但为谋米进战，府里皆自用。母亲娘啊，孩儿君吧，儿要来了。他日非祭娘亲。泪两寒，后生不大娘膝下，非中心思苦一时娘。
个李家乡，一个小营南千里追风霜，六月到襄阳，路过这家松兵，一那风凉，听得凉凉霏霏大都上，十五的气弄来，是的女大都中性命山。我这大父子精神中来在起，因而你今朝到襄阳，遇得爱中来接的娘。倘若你再给你并不在，上一下，儿子的得下拍马来哭一山。我把你这个孽障灵隐世界，为娘怎样祝福于儿？我明儿襄阳有太清，想到凌云后等死定难明，我家里果然姑娘须等紧，因为三当之中一门亲，两家无是一家神。分别身，像我们共30是姊妹，相亲相近十余生。梦完了，我家里交际贫穷送着大，自己要不说送归心，你何必上对楼为人？后期，你不见高低的背影来高低飞马大举送你心不想12杯姑娘饭，不知一杯不知分，一味红飞是
心中心。小姑娘的心情有深晓得，好是个心肝澎湃的说心能神。乡里们共起立志听狗食，老与姑娘小弟听。小姑娘一入穷须死，到君王上与参议亲，姑娘果真起兵事，后必把你礼物安排，把你衣服跟。不由更衣送礼往当地去，小姑娘是好意叫你寻几声，你是非与姑娘把你心真。小姑娘是举地老无东包美，想他们同样相会不容心。你是万恶思绪名利息，实则是福根忘本枉为神。小功夫是送的家里绿几斗，你是年对比，决计要回家庭。倘若松动神不出，小回娘是愚忠与那与灵定，小生日门中非一女，家里不知做谁生，别自己不断养了那鬼门，都是人家相后跟。乡里是女的一户光天啊，既无十八与无因，一位风非是家心。你是公娘是紧张，分离走过他心中喜。语文隔着浓深沉，这些好是非水墨鱼，世界上的真章是一步赢。相逢梦非常不如此，
儿女永娃是父母心。你若走不弄娘一世，你是骆驼一个出家身，西面我亲娘呀怒气生。几次要打了你，来得一次我亲娘与死离心。50年代初，上海人民评弹团深入生活，创作并演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。承西安演唱的《赵盖山报名》，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决心参加治淮工程的翻身农民的光辉形象。整个唱段感情激愤，酣畅淋漓，成为脍炙人口、百听不厌的经典作品。生命当到走之年，我家大事也会心，走亲虽日是提头。往后更严谨，相送的一家难够，父亲当你痛口声，妇女走路走不定，到后来被那彼此他给他领上身，必须要狗儿并挂钩，谁知谁后口令也得如哇呼两路交放山，我们母子两人一个不生，而今如头盖分离的生，我兜里虽好往把事理心，你都已好是生。到家来两个不吵娘不落，十几生才在地里根，为让回来把小生祖母深深家不定，到那日分离开心不开心，倘若往我不虚寒，都是从来没文明，就一了弟弟不能跟。倘若往后不虚寒，于是不君人，飞黄的你真是神。
人人说风推日滚，咚咚咚打鼓，有理是人情情。下半月一路花季醉。情无影，一再等一个人，黑影匆匆跟入门。红的小香菇，去开那林妹妹并替她口技情，她是亲切东北冰板香。就小弟拿开门，是的而已呀，剩下能给你担心。自己呀，我放心不下领狗病。分一生，因为一到冰涛雨，只见他细细不走神。叫林妹妹，一个人把表兄成，他是隐隐离开双泪林，使得哥哥啊，都傻傻的我不给。使得哥哥啊，我与你细事。在精神里呀，请你贵公子，莫怪我不明神。妹妹呀，想你是一生就都会难。后的事情太开情，想你有什么心事尽不说，我与你两人各一心。我求你一时三菜都应食，我求你一生女体一缕神，我求你养生息养心，你口口四季宝贝难寻，我求你姊妹的语言不能听，因为他们自己要一时真，我求你咋咋爱惜我一生，因为病中人
再不你梦完魂。农村里一切细事都抛弃，更不要想起要追着举家门。得有问题他并必须是的公公一语露记在心，心爱子更伤心，想着一家为奴是在旅神。来句儿滚滚绿不是句句石头下楼进死神，心里太平灵。好，观众朋友们，如今陈先生虽然年逾古稀哈，但是踏上书台，走进荧屏，风采依旧。这一点便是他自己也一直是引以为自豪的。那我们也衷心祝贺这位我们书坛的不老松，青春永驻，健康长寿。好，观众朋友，这一期的名家名篇赏析就到这里，下周同样时间我们再会。